有当阵吼，咱就咧讲啊，这个点点哦，叫做忍气吞声。你是觉得甲人这个气性低的人较勇敢，或者讲点点的人较勇敢呢？真这时阵吼，大丈夫是能够把气吞下去的。这个呢，颠倒是一种较困难的代志，对吧？哈。黄以玲伫咧今年推出个人上新的专辑啊，嘛已经发行咯。踮在你身边当中的第一波主打歌曲，要呈现的是一个很正面的、很温暖的爱的力量。这嘛是这几年呢，一对人生的另外一种无共款的体验，叫做点点。朋友拢嫌我太无坚持，不知影阮其实嘛有个性。若是花心地，就会当万事如意。这个世间哪会搁有伤心？也无听惜我苦度家己，不愿别人操烦阮的代志。若是花艰苦，就会当目屎面滴，幸福快乐哪会这呢宝贵？有一天，也感情哪有情义，草厝嘛有滋味，爱到固执，啥物拢担会起，点点点点嘛是一种勇气。有一暝你会面对现实，若无相信，解释嘛无意义。一旦切心，就离开嘛会结冰。点点点点嘛是一种滋味。这个我是小歌叫做点点，点点什么意思？叫人点点哦，不是啦哈。
是有当下你享受这点点的心情，或者是讲有卖讲好头用想的，这款的感觉袂歹。这是黄以玲的新歌哦，在 MV 里哈，周又廷，哎呀，这么会演出的这个女主角哈，都是戏精戏王。来，这个会演戏的人呢哈。真正在 MV 内底表现都是不赶快哈，所以真侪朋友都去点阅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赶快我们来欣赏这首歌黄以玲的新歌《点点》啊 ，MV 咧，你家己去吹，家己去看嘿。太无坚持，不知影阮其实嘛有个性。若是花心地，就会当万事如意。这个世间哪会搁有伤心？也无听惜我苦度家己，不愿别人操烦阮的代志。若是花艰苦，就会当目屎面滴。幸福快乐哪会这呢宝贵？有一天你会知影感情哪有情义，草厝嘛有滋味。爱到固执，啥物拢担会起。点点点点嘛是一种勇气。有一暝你会面对现实，若无相信，解释嘛无意义。一旦切心，就离开嘛会结冰。点点点点嘛是一种注定。